呀，孙华原来是对我保证哦，是做遐管小目的工作啦。哎，自头到尾啊，迄小目的字哦，唔捌讲甲我清楚过啦。尾啊，互我发现哦，暗降50两，所以我唔食。免讲，我了解。所以个挂一位吼。这也唔是安尼讲啦，这吼，哎，莫讲这啦。好，坦白安尼讲啊，李顺华甲这案件已经告下到官府去。哎，我看北通一看到了，迄是讲恁家来事，我也不爱插不进。哎，我是个压落来呢。哎，郭公主啊，这一切吼，都爱靠你哦，甲我斗相共呢。莫讲大话，一定压落来。哎。我看北通无帮忙你，我是要帮忙谁？对啦，来，袂讲莫讲，免紧张。啊，毋过我是讲，师傅啊，这毋是讲下所在啊，不如请柯公主来找个讲啊。内行的，来阮兜坐，我有足多代志哦，要请你甲我斗相共。无问题。咱即马就行，行。柯公主，请。黄公主，这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，请你收落来。哎，真苦啊！我迄个小弟啊，家己做唔到代志，啊，我未晓讲来反省，等还倒转来吼，去官府甲我告啦。这一切都爱拜托你，甲我多斗相共。不敢。既然哦，你遐尼有诚意。我不会帮忙你，要帮忙谁啊？好啦，你来啊！这位是？伊哦，伊是我的家后。安尼啦。恁兄弟啊代志啊，一切包在我柯北通的身上。我替你做主。歹势，阮有代志要去处理。阮先离开。好，起来，咱来走。请，孙家。啊，哟，我雄煞去又袂记你啦。咱今仔嘛是专工要提认你的。歹势哦。来，起来，该收落来。感谢。安尼我先告辞。请。啊对，柯公主啊，孙家嘿，阿哥万事拜托。无问题吼。起来，来走。孙家。你你创啥？你拉过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哈，一棍头杀了遐尔济银两。哎呀，你唔知啦。即马阿华哦去官府甲我告呢，哈！咱即马哦唔拜托柯公主哦，甲咱斗相共，后摆哦要开的钱哦，可能哦搁较侪嘛无一定的。毋过，我咧感觉迄个柯公主安尼溜溜秋秋，伊敢若毋是好人呢。哎呀，查某人你知影啥啦？拜托你入去好无？哎呀，有人啊，师傅。阿华即马带迄化药的代志，你敢清楚？我是无查清楚啦。师傅的意思是，安尼，你摕10两银哦去找伊，叫伊马上离开这个所在。你甲伊讲哦，伊若搁向官府甲我告，就莫怪我做遐的无情哦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公主啊！我实在是想，以你的个性，要哪有可能放生耍？假啦，其实因兄弟啊袂好，一定是为着财产。假啦，你是讲因孙家财产敢若安尼尔哦？公主啊，你莫甲我骗啦！我对你哦实在是真了解啦。其实吼，你介意着孙家的财产哦，迄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啦。主要的吼，你是介意着因某，对无？莫看你真了解我，你有啥物好办法，赶紧讲出来。公主啊，你的代志，我要哪会敢怠慢啊？我安尼一路上早就甲你想好势啊啦。想好啊？莫赶紧讲来听看嘛。
哦，两位师傅，恁的意思是要来替阮小弟出头就对了，孙施主，你唔通误会，灵帝对阮两个是有救命之恩伫咧。并且这回来到遮，是希望会当化解你甲恁小弟的误会。这是阮孙家的家内事啊，请恁哦免搁讲啊，请。哎，等下，哎，阮来的是好心呢，啊，煞去互雷金哦。哎，讲则咧讲咧哈，平平拢是兄弟啊。你是玲珑芳丝，恁小弟是门板一枝，啊，你是山珍海味，恁小弟啊是得地碗气，安尼敢有公平？啊，无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？迄是孙怀做小无清楚呢，见笑离开阮孙家，搭伊得地碗去，关我啥物代志啊？这无定是一个误会。孙华虽然伊若小目无清楚，也毋过互相恁是亲兄弟啊，歹着计较遐济咧。对啦，这世人啊，会当做兄弟、夫妻、朋友，这拢是缘分啦。安尼哦，啊无，阮代替你哦来接恁小弟来，安尼，孙大爷你看安尼好毋？这是安怎这？我甲你讲哦，恁两个哦食菜人啊，以后事管咧伤济哦。阮上官就一定讲过啊，这是阮孙家家己的家务事，管你啥物代志啊？出去啦！哎呦，阿弥陀佛哦，兄弟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莫然啊，既然伊甲无要听咱的话吼，咱来走。孙施主，希望我拄则所讲过的话，你会当好好啊考虑一下。阿弥陀佛。实在有够衰呢！迄七早八早哦，都有人来靠衰。因讲的吼，原来有道理呢。你想看觅，就算讲孙华做唔对代志，咱就甲伊挂出去，害伊即马带迄破药。那安尼做，敢袂受过？想要安怎？你哦，想我清楚啦，伊是咧讹咱的钱呢。万一若甲咱的钱讹了了啊，哼，带破药的哦，恐惊是你啦，毋是伊啦。这是安怎？我甲你讲哦，你咧感谢我较对呢，感谢我有发现早呢，啊若无哦，钱也去讹了了，你要哭都无目屎。啊刘龙呢？我就叫伊去看阿华。啥嘿啊？你搁叫伊去看阿华摕钱互伊是毋是啊？我甲你讲哦，人一定去官府甲你告啊，你搁对伊遐尔好，你是毋是头壳有问题啊？哎呦，我只不过是吼，叫伊暂时离开这个庄啊尔。离开？伊若想要离开，早就离开啊啦，就搁你来管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若要想伊转来，会用的啦。伊若转来哦，你走我就来走啦。孙华带伊破药，路遮尔远够歹行啦。顶一回哦，还要跋到山骹，跋到搁受伤。这回来哦，有够衰啦，还要跋到插口内底，全身躯拢等你咯。孙华，奇怪，人会走迄度呢？不管啦，先来找啥搁讲啦。才有一领衫。哎呦，哦，有够臭呀！几个月无洗啊！哎呀，反正是干的啦。咱先倒坐坐一下吼。好。我看迄个孙英，并毋是一个遐尼刻薄无情的人。你看，咱都要安怎来甲伊苦劝才好哈？我看你身体啊，遮尔虚弱，不如安尼啦，你先到遮休困一下，我来找一罐水互你啉。安尼嘛好，你就紧转安尼。
这是你的命，你就莫怨叹啦吼。小青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。你探正无人入定的时阵，将伊去县中摕过来。你有讲过，只要我把县东摕过来，咱两个约束就结束，对无？无唔对，只要你将这罐旱冰水淋伫县中的顶头，安尼你就当永远脱离魔界。要毋过，我信都会分配。你放心，我会互你做分担。只要你来上尽心749工，你的分票自然就归归。你无骗我。我会当骗任何人，但是我绝对袂忍心来骗你。好，那安尼，咱一言为定。小青，你摕我县中要创啥物？小青，紧将旱冰水淋伫县中的顶头。不连天，请你管我，我安尼做是不得已的。不管你要创啥物，你用县中害我。你别动！小青，小青，啊，王莲啊，来，你起来，王莲，王莲，你有要紧无？我无要。哎呦，还佫无要紧啊！你看，大遮严重啊，这无来我大夫看哪会用啦？你这惊啥啦？啊，大口要拖？我毋是叫你去抬无哩，啊，你哪会踮遮搬物件？我是来遮补。迄袋仔内底是袋啥？袋仔内底是迄个。番薯啊！哈，对啦，番薯啦。番薯哦。啊是讲，你暗时啊无代志，出来遮乱嗦是要创啥吼？危险哦！嘿啊。我就拄啊好经过遮，我就看你伫咧搬物件都无用的，我想讲过来看卖，我会当甲恁斗相共无？不，是讲吼，查某囡仔人吼，一个人暗时啊伫外口安尼乱说，真危险的。即马吼，这个所在哦，歹人足多，真多哦。所以哦，若无代志哦，叫我拿起送你回去啦吼。乖啦，那我的酷公主，你送我回去。我。这，我甲你讲，咱即马吼，暂时哦，将红姑娘吼，若送去咱兜大钱件，明仔才送伊回真困。赞。红姑娘，我是讲吼，啊，都较暗啊啦，啊无闲暗吼，暂时住我遐。明仔载呢，我较压吉啦吼，较送你回去啦吼。安尼哦。嘿。酷公主，啊，你的安排，我要哪会记住的？好啦。安尼哦。你答应。哦，这是啥物物件啊？哪会可能食？
刘龙，爷爷，刘龙，你哪伫咧遮？你想要去用拍卡呢？表姐，我是我自家入厝，这摆是咧讲啥物？这但是你到了地步啊，我听甲你老实讲，其实孙华并无食遐个钱，遐个上，我是我家己当个下手。啥物？是你当个卡手？你若无钱，你甲表姐讲就好。你想要这样好大的代志？那本身哪有效啦？表姐，我希望你千万通行我的后路。爷，下来，你囝，你这啊，我咧家在，你拄安尼哦，我活着急咧。小哥，我讲刘龙足恐怖，伊。哎呦，你是伫咧做面梦啦！打刘良哦，都唔知互啥物人刣死。我即阵哦，都伫咧烦恼讲，迄受这个代志哦，是啥物人刣死，我都唔知影咧。刘龙去用刣死。哎呀，刘龙死啊！哪里？我是要向倒的人交代，我是要向倒的人交代啦。囝，你先莫受遐尼济啦，你先甲我斗受吼，看安怎吼向关老爷交代吼，讲刘良是安怎死伫咱兜啦。哎呦，斗受啦！非得迄人也毋是咱刣啊！你是咧惊啥物啦？无影咯，这件代志若互柯碧通知影哦，代志就大条咯。啊，怎么尸体伫倒？我就让别人看到吼，我就将尸体吼藏伫迄茶房内面啦。哎呦，你来藏伫茶房啦！我跟你讲，咱即马吼，在拖来外口吼抬起来，安尼吼，关老爷要查起来，敢若嘛要地带啊！看起来只有这个办法，讲做就做，来，给我倒光。哎呦，相公啊，尸体还尔重，我哪讲法啦？你唔倒光，无你是要叫我去行路，凊彩叫一个人来倒光哦？哎呦，我都无这个意思啊！迄尸体，我看到，我骹手青了，我免老加搬啦！哎呦，我一个人也讲袂顶当，这是要安怎才好啦？有啊啦，相公，你去破药哦，找孙华甲你斗相共啊！你无听人咧讲吼，迄掠贼拍好是亲兄弟咧。你去找孙华，伊一定甲你斗相共的啦。孙华，迄哪有可能啊？伊就互咱赶出去的人，你即马叫伊转来斗相共，伊哪要肯啦？我再讲哦，这是命案呢。哎呦，你实在有够直头的呢！你无去试看觅，你若知伊袂甲你斗相共啦，赶紧的啦，去破药找伊啦。到这个地步吼，我嘛只有吼头壳皮吼经较暗的，我来走一转。哎呦，相公啊，你一直安尼叫，你着紧去。好啦，好啦，我来去啦。哎呦！慧芳，你安怎？是柯碧通叫你来抬我心，真是一个过河拆桥的小人。伊是会后悔。哼，会后悔的人是你，你不应该知影阮公主的代志。为着要保命，我今日将你魂归西天啦！是啥物人要魂归西天？也唔知影。柯碧，是你对我不义，你就唔通怪我对你无情。好，我就来甲你算一套啊，依法接无。爱你，将你，爱你为着将你变好。明明你是我唯一的爱，怎会变成互相的伤害？明明你是我唯一的心爱，现实的生活。今日分东西，
想你分分分分自己，不想你真真真真伤悲。虽然亲情香袂味，嘛着做一个理由安慰我家己。啊，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。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，幸福过日子。